续震断消息，来看行政院长杜英泰、甲立法院长韩国瑜本来应案要甲拿立白三党的党团干部来食饭，要来协商着总预算案，但是咱台湾风台的灾情惨重。 救灾优先，所以食饭的时间来延期，讲可能是延到后礼拜。这顿好解饭食无成，所以拿白两党伫立法院会再度联手，甲总预算案退回定数委员会。民进党的立委是叶白亚写讲，敢若咧舞政争，无咧顾民生。报告赞成者多数，台湾民众党党团。 提议照案通过。明年度的总预算将无简单摆入议程，不过会议才打开始，哪里就开始口号战，当10分钟，手提标语拼场，比谁较大声，电动是民众党老神在在。 因为结果早就料想会到，民众党雄雄提案要改议程，拿被强势来联手表决无意外，出席106个，赞成56个，较侪过反对。甲总预算案阁退回定数委员会。若过程中，民进党立委杨耀到选区勘灾无出席投票，兼一个人是阁较不利，看这个火氛味才高，原定和解饭局嘛，互风台来交了。协助各地的灾区灾情作为第一优先，因此原定今天晚上。 朝野的这个参叙，我是建议能够我们往后延。院长会觉得和解饭不用到下周，是现在就可以谈了吗？原定到英泰韩国瑜加三党的党团干部，今仔日暗时要伫咧米其林推荐的餐厅做伙食饭，即马受到风台的影响，敢会当延期。不过哪位提议讲，搁再开时间约食饭，既然两院的院长拢同时伫咧入院，不如等呢，就甲代志做伙讲讲咧。 柯建明、黄国昌、胡坤熙都在台北啊，就大家聚一下，有这么困难吗？他已经人在立法院了，中间抽30分钟谈一下嘛，就饭不要吃了嘛。没有必要说好像延期，那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吃饭，然后不吃饭。 行政院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问题。那边拢有共识，预算编好，唔免特别食饭。一个和解的饭，无当一个立委高金素明嘛话话讲要做伙出席，传达原住民的心声。总预算案一直卡掉，阁有风台的灾情要先处理，恐惊互杜院长是头壳摸咧烧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